家要安尼知道冇？落葉嘅下，又係講天時凍唔好嘅下，又係講凍寒嘅下，我知道講你大叫出唔出門咧，跟人當然會唔舒爽啊，冇資源啊，係冇？自己當物質想到安泰嘅伊，我今日行去上班當比幹係冇？佢叫我都屋卡好好水電呢，唔過上海灣仔角度。落太陽過後，一出日頭，就做嚟看到天橋嘅呢，按精彩嘅畫面，唔係等你就有哦。喺個夜下向下來學下，家下短劇地度用呢條黑話，我睇個向下來學習。第一暗天當真見當暗，天當真見當暗，來聽下南市演講。天當真見該暗，天當真見該暗。天空真的很暗，天空真的很暗。第二個無垠，無垠，陰天的意思。天色無垠無垠，天色無垠無垠，天色陰陰的，天色陰陰的。我記得兩面前有邊條無垠無垠，我記得了。下擺早嘅傘，我今晡日唔記得帶傘嘅，我今晡日唔記得帶傘嘅。我今天忘記帶傘，我今天忘記帶傘。天穹，彩虹，天穹真見當江，天穹真見當江。來聽下南市演講。天穹真見該鬧，天穹真見該鬧。彩虹真的很美，彩虹真的很美。